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他们认领了思月，是误会也好，不是误会也罢，但看上去，他们真的是很温暖的一家人。思月，也许这是上天对你的另一份补偿，也是一个最美丽的结局。希望你能永远这样温暖的生活下去。思月再次找到妈妈这件事情，后续不要再报道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高潮。我说不要做就不要做。好啊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了算呗。思月，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，跟小的时候一样，什么都没有变过。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呢？思月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萧寒，你怎么不叫醒我？我看你睡得正熟。我先进去了。你好，这是我们新出的煎鱼饼，您可以尝一下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人，但却是我喜欢的那个人。妈呀，会不会太准了？服务员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求吗？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东西可以定做吗？可以啊，煎鱼饼里面的话都是可以根据客人的需求定做的。那我把要写的东西回头发给你，然后甜度的话，可以帮我做成那种低血糖的人吃了可以缓解低血糖症状的那种吗？可以。那我要送到哪里呢？好，麻烦你了。好。思月，总经理室要一套衬衫，你去吧。啊，总经理室啊，我不想去，你换人吧。平常你不都是各种欢腾的要求去总经理室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真的不想去。赶紧的，肖总还等着呢。哎呀，快去快去！
来给肖总送衣服啊？进去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帮我送进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思月，肖总，找我？不是，我来给你送衣服，送到了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下去吧。反正我要到1楼市场部。我听繁星说了，恭喜你找到家人。哦，谢谢肖总。叫我什么肖总？你不是叫我肖寒哥的吗？你的新家现在住的怎么样？还适应吗？啊，他们很疼我。哦，对了，肖总，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都是瞎说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哦，啊，还有那双鞋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就扔了吧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思月，哎，思月，拎这么多东西啊？买菜去啊？啊，买菜去啊，去吧。走了。思月呀，这是你外婆给你留下的，来，妈妈帮你带上啊。好好带着啊。谢谢妈妈。妈，玉荣。Hello， 思月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妈，我今天发工资了，您看，这是给您的，这是给我那个妈妈的。思月，那边的人对你好吗？挺好的呀。那以后钱呀什么的一定要看好，这么久没见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。哎呀，妈，你想多了，他们真对我挺好的。你看，还送我这个大金镯子，可沉了。金镯子，好大，是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哇，这掉漆了！你给我咬坏了。谁给你咬坏了？这不是真的金子，这叫镀金。你傻子啊！不管真金子假金子，反正都是我妈送给我的，都是一份心意，比真金子还金贵呢。切！哎，对了，妈，您给繁星姐做一个您最拿手的蛋糕吧。她为了我亲子鉴定的事情，跑了一趟又一趟，挺辛苦她的。妈，那我先把这些东西给那边送过去了啊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叶小姐，哎，阿姨，您怎么来了？阿姨坐坐。哎，这儿挺不好找的。叶小姐，思月说你帮她找到亲人，让我亲手做一个蛋糕拿给你吃。思月真的太客气了，谢谢您。你看。繁星，你看这孩子，不可以！哈，给我！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妹妹要吃你的巧克力又怎么样呢？你为什么不给她？不光是思月，还有我也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那我一会儿就吃。你现在就吃啊！你尝一口，可好吃了。
阿姨是这样，我们领导看见我在办公室吃东西不好，等到我加班饿了以后，我把它通通吃光，好不好？好。叶小姐，你去过那边的人家，你觉得那边的人家都是好人吗？对，我是亲自去看过，他们人挺好的。不是说第一次查出来不是亲生的吗？怎么后来又说是亲生的呢？我看4月太高兴了，也没敢仔细问他。可能是检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但是最后检查结果确定是亲子关系。4月呢，是个特别简单的孩子，他特别容易相信人。像他这样的孩子呢，一旦受了伤害以后，就很难走出来。我是真的很担心4月会受到伤害。我理解您的担心，你懂吗？懂。您放心吧，阿姨。你要的报告。工作报告就3个字，叫工作报告，写的什么呀？什么早日争取办公室，重做。重做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低血糖。你低血糖又犯了？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帮你找吃的。来，吃一点。这蛋糕我不吃，巧克力的东西我都不吃。你不吃，你买它干嘛？不是我买的，是4月妈妈做的，我舍不得丢。行，我帮你买别的。不用了。叶主播，您的快递，我来啊。你先吃一个呗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一点了吗？好像是好一点了。这是什么？对你已成习惯，也许是坏习惯，但也改不掉。这谁送的？有卡片吗？哎，不重要了，肯定是一个关心你的人吧。关心？我知道是谁了。你在笑什么鬼啊？什么鬼啊？哎呀，你不懂了，这不是铅鱼饼，这个是下台阶的楼梯。好了，你个小孩子你不懂，快工作去吧，继续。好恶心哦！而且这样太明显了，不好。心意到了。喂，
怎么了？你先别哭，我马上下去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思月，没什么事，只是咱妈想你想的不得了，非要来看你。思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对你不好啊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啊？你回来这么久了，都没有回到家里来住过，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。你是不是一直在生我们的气呀？不是，没有，真没有啊。那好，今晚就回来住，好不好？对，回来住吧。好孩子。妈，你就别哭了。我的儿，怎么这么命苦啊？年纪轻轻的让他受这个罪。妈，你别哭了。哥哥现在不在医院没事儿吗？医生都说了，只要找到合适的肾源，哥哥就还有救的了。话是没错，可是我们当亲人的都配型不成功，到外面去找肾源哪儿那么容易呀？我怕再拖下去，你哥就没救了。不然，叫四月去试试吧。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啊！四月从小受了那么多苦，现在才刚回来，怎么能让他受这个罪？你要是再说这个事儿，你就不是我的女儿。我这不也是为了咱们一家人能够完完整整的在一起吗？您在说什么？哥哥不是在外面打工吗？你刚刚回来，本来不想让你知道家里这些揪心事的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其实哥哥不是在外面。亲爱的，晚上吃什么呀？随你了。喂，思月。喂，萧寒哥，你在忙吗？啊，我在整理要出差的东西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。你要没什么事儿会打给我，说吧。我真没事儿，我就突然想听听你的声音。
肖总，飞奥克兰的机票已经为您订好了，是明天晚上8点。谢谢啊。肖寒哥，你先忙吧，我就挂了。那我们保持联络啊。哎，肖寒哥，等等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就是想问问，如果有一天我丢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你又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我就是想问问。那你先忙吧，我挂了。再见。四月，你回来了。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，怕你昨天晚上在你亲妈家吃的不好，睡得不好，特意给你做了这么一桌子好菜，还给你晒了被褥。来，快坐下吃饭。坐呀。四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在亲妈妈家过得不开心呢？没有啊，挺开心的。那就好。那你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吧？怎么会？您别多想了。只是我哥生病了。生病了？什么病啊？尿毒症。啊？那还能治得好吗？只要找到合适的肾源，那他还有救。我听妈说，我小时候被人贩子带走的时候，他为了把我从人贩子手里抢回来，被人贩子一脚踹在了腰上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妈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想去医院陪我哥一段时间。晚上可能还要陪床，所以，我最近可能都不能回来陪你了。陪床是很辛苦的，你一个人行不行啊？毕竟是我亲哥哥。毕竟这么多年没见，我也该尽一下我做妹妹的义务。那行，如果你感觉到累的话，那就赶紧回家来，啊。妈，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我不。今天多亏了你来帮忙，谢谢你啊，福夏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四月，去洗一下。哎，好的。我说你啊，又是上班又是在咖啡厅打工，现在还往你亲妈那边跑，你这折腾的程度快要赶上业绩期了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四月，按说找到亲妈应该多一份宠爱才对，可是我怎么总觉得你却多了一份压力呢？
我想请一段时间的长假。如果店里忙不过来的话，傅夏，你来替我帮帮忙呗。你是该请一段时间假了，毕竟找到父母也算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吧，应该多抽一些时间，跟父母弥补一下你们之间缺乏的亲情。应该的。不对，思月，你不许骗我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请假到底去做什么？我要去给我哥捐肾。什么？我哥得了尿毒症，之前全家配型都不成功，本来我妈都已经绝望了，后来刚好我出现了，又刚好我跟我哥配型成功了，所以……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再说了，你和你那哥才相识多久啊？你就要为他去捐肾？我哥是为了我才变成这样的，别人对我好1分，我就要回报10分，这是我欠他的。他说你欠他，你就欠他。那我说你欠我一个，你怎么不给我一个？你千万不要脑子一热，这肾捐出去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现在我能为他们另一个孩子做些什么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。我不许你这么做。为什么？你哥的事确实令人伤感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捐肾这种事，你考虑清楚了没有？就是啊。而且，你才刚回家，你就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这到底值不值得啊？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计较值不值得的话，那还是一家人吗？既然是血亲，不就是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是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吗？行，我找说得过你的人来跟你说。傅夏，他又没有亲哥哥，他怎么会体会我的心情？可是，我也觉得哪里怪怪的呀。你呀，傅夏说什么对，你就觉得什么对。哎呦，但这事儿你一定要慎重。书的数量和单子上的数量不一样，你过来看一下。好，我马上来啊。啊，我先去忙了，一会儿再跟你聊啊。去吧。喂，思月，你哥他都快不行了，你快来医院见他最后一面吧。什么？捐肾？对，他那么听你的话，你要不要帮忙劝劝他？哦，好，你先稳住他，我马上过来。思月，思月，师傅，麻烦你开快点，我有急事儿。好的。喂，喂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你该不是去医院了吧？喂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啊。喂，喂，妈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就在路上啊。啊，好。哪家医院啊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他没有告诉我啊。哎呀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呢，也不要太担心。你们先把所有的资料准备齐全了，还有术前的各项检查都先做好。怎么样？刚才没有人接，现在又关机。赶紧去找阿姨，思月妈妈。哎，阿姨，繁星，你怎么来了？走，跟阿姨回家坐坐。阿姨是这样的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思月最近去的医院是哪一家？医院？对，他只跟我说他哥哥生病了，没说是哪家医院，我也没问呢。没问，到底怎么了？哎，
你们别骗阿姨呀！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总觉得4月最近有什么事瞒着我一样，到底怎么了啊？阿姨，你先别着急，是这样的，我也怀疑4月认识的那家人可能有问题。4月，真的是那家人的孩子吗？那家人的哥哥得了肾病，今天早上4月说他要捐肾，中午就不在了。什么？捐肾？繁星，你不是把4月当成你的亲妹妹吗？你不是说你要对她好的吗？对不起，阿姨，你不是说不会让4月出事的吗？阿姨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我们先找到4月再说，好不好？阿姨，我们现在得抓紧时间，分头行动。好，那我再去找找。好，我打电话给所有有线索的人。阿姨，我先去了啊。喂，4月在哪儿？孩子，我们一辈子都会感谢你的。不用谢我了。你在找什么？我手机呢？我想打个电话。你就不要打给你的敏妈妈了吧，免得她和我一样伤心难过的。哦，我是打给我的繁星姐。繁星姐一直把我当亲妹妹看，我觉得这么大的事儿应该跟她说一声。哦，那好吧，你跟她说你是自愿救你亲哥哥的，让她放心吧。哦。喂，4月，你现在在哪家医院啊？我在西城医院。啊，师傅，我们去西城医院，马上。走路10分钟，开车可就说不好了。你瞧这前面堵的。4月，你等一下。4月，你听我说，现在不论林妈让你做什么，你都不能答应她。我马上就到啊。哎呀，繁星姐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没事的。他们是骗你的，4月，你不是他们家的孩子，他是利用你去救他的儿子，你不要做傻事。繁星姐，我知道你是紧张我，有你这么紧张我已经很幸福了。但是人命关天，手术也是我自愿的，我绝不能这么看着我哥哥离开我们。4月，他不是你哥哥，他们把你的 DNA 鉴定书给换了，那鉴定书是假的。可是繁星姐，你也拿去鉴定了呀。我知道繁星姐你是不放心我，但是我查过了，少一个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4月，快点，就剩最后一项检查了。你别傻了，4月，那鉴定书是我换的，哎，来，走吧。
喂，思月，你在听吗？喂，喂。在西城医院，你赶快去救他，快！不要问为什么，快去！思月，你没事吧？你吓死我了，傻丫头！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，他们都是骗子。那些骗子呢？阿姨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那家人是那样的。要不是我来得及时，不知道4月会发生什么事呢。到时候不光他的身体受到伤害，心理上的打击他也会受不了的。这件事想想，心里真是后怕。我知道，阿姨，我都知道。要是早点知道这些，我肯定不会让4月跟他们相认的。鉴定书的事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是我做的不好，阿姨，4月，都是我不对。你怎么了，繁星？没事，我刚刚不小心撞到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怪你。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，我心里也清楚。繁星，你是大明星，4月想高攀你做朋友，是4月的不对。你们俩在一起，总没有什么好事发生。以后你们还是别联系了。4月，跟妈妈回家，啊，走吧。4月，4月，你没事吧？那些人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啊？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也真是的，连背景都不调查清楚，就让他们来上节目，万一4月真的出事怎么办？是我不好。韩哥，我觉得你也不能怪叶机器，这件事，他应该比谁都担心。对不起啊，伯母。那我们先送你们回去吧。嗯，走吧。你先送4月吧。
他更需要休息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好，走吧。这几天稍微注意一下，伤口不要沾到水，没事不要随便走动，好好卧床休息就行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是一个人住吗？不是啊，最好找个人照顾你，好吧？好的。等一会儿去拿一下药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你伤成这样为什么不说？你真当自己是机器人吗？本来就是我自己做错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哎，一码归一码，骗子会把“骗子”2个字刻在脑门上吗？你怎么会知道他是骗子啊？再说，你这伤不就是为了救4月受的吗？你帮我拿下手机。繁星，4月怎么样了？我刚从4月那儿出来，他情绪有点低落。这件事情对他刺激比较大，我觉得你找个时间跟他解释一下吧。哎，张妈，怎么把我的奖杯都拿出来了？崔教授说扔了。扔了？对呀，他说占地方又没用，所以让我扔了。他不要，我要。麻烦你帮我放到车的后备箱里。哦，那好，谢谢啊。
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可以。但你要记住，伤口千万不要碰水。去开我的车回去吧。那好，那我走了。嗯。明天再过来看你。嗯。你什么人？你怎么可以偷偷进到我女儿房间的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到我的家里来捣乱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妈，怎么了？他什么人啊？他为什么会来我家的？哦，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是我的助理，他是过来帮我拿东西的。帮你拿东西又怎么样？你助理又怎么样？他跑进来把你妹妹的相框就这样给打破了。你看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个，你快走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妈，报警！先别生气。你走，走啊！要不我报警，滚呐！走走走。妈。还好吧？我来。你就让我住这儿啊？对啊。你家这么小，怎么住得下2个人啊？我还是去住酒店吧。不行。啊？为什么？第一，你住酒店的话，肯定会被狗仔拍到。第二，你受伤的事，你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，对吧？我会帮你保密的。你嘴巴紧吗？当然了。那我要睡哪里啊？帐篷给你睡吧。啊？那我睡帐篷，你睡哪里啊？我就房间里随便铺个床就可以睡了。那多不好啊，太不好意思了。那你出去睡。我睡帐篷。喂，你还站在这里干嘛？多晚了？晚安。不许动。啊？干嘛？来。喂，你疯了？救我！小韩哥，救我！
你干什么？不敲门就进来了？尿尿啊！那你尿啊！哎，算了，不尿了。尿尿还可以算了？啊！只给我拿一下。哎。 你站在这干嘛？门都不敲。这是我家，我敲门干嘛？你家你就好。在我居住期间，我跟你约法三章。约法三章？对。第一，卧室是你的禁区 ，sorry 可以进，但是你不行。如果你要用洗手间，必须经过我的同意。哎，我现在连狗都不如了。第二，我在的期间，你需要注意着装，裤子必须要到膝盖以下。啊？我的腿毛惹到你了？还有第三，我住在这里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所以上班我们分开走，不用接我。还有，哎，不是说三章吗？怎么还有啊？这个是张清单，这个单子上是我要的东西，你负责采购，我来报销，拿着。记得啊，尤其这个面膜非常难买，又很好用，黑的、白的各5片，记住了吗？黑的、白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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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的、白的各5片。黑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白的各5片。对。哦。黑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白的各5片。黑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白的、黑的、白的。切，还约法三章，这拿我当佣人使唤？有这么帅的佣人吗？哎，不对，这是我家哎！哎，算，看在你身残志坚的份上，我就让你。魔法世家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关系。啊，对不起，请你小心点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对不起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啊？
呀？快脱衣服！啊？干嘛要脱衣服啊？你刚才撞得那么凶，伤口肯定裂开了。裂开，然后呢？换药啊！行不行？会不会啊？行。新娘，我知道。温柔一点。哎呦，你不要戳这里，这很敏感的。我戳哪里了？哇，叶繁星，你死定了！哎，啊！你叫什么？小声一点。还说呢。刚才那么多人看着你把我拉进来，下次不要再拉我进来了。你怕什么？就这里，给我敲！开门！秦毅，你给我出来！开门！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开门！出来！怎么又打来了？什么事啊？喂，杰一哥，那些要债的好像来了，他们在门外敲门，怎么办呢？啊？什么？他们快把门给敲开了，你赶快回来好不好？这样，你先把他们引出去，我回去拿几件衣服，好出去躲几天，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怕。你必须要听我的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否则你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了。怎么是烧焦味啊？回来啦！叶姬妾。Travels thousands of miles through deep water. Suddenly reaches an under. 你好，先生，这是您要的披萨。好，谢了。哼，刚才有些人说走着瞧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披萨怎么了？那这不是你做的呀？我叫的呀。哼，做和叫能是一回事吗？做和叫哪里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，叫是要叫出声来，做是需要亲力亲为。算了，随便吃。要不要吃？垃圾食品，才不吃。不吃拉倒。哇，都是你一直说话，演到哪儿了？后退2分钟。
不吃吗？怎么样？从来都不吃的东西，偶尔吃吃，感觉也挺不赖的吧？不错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你伤还没好，你喝酒干嘛？喝酒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干杯！爽！谢谢你。原来叶机器也会说谢谢。哦，那我帮你那么多次，你要谢我哪一次啊？以前啊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钢铁侠，无所不能。不过最近我才发现，其实不是。知道就好，以后在我面前得谦虚一点啊。你就会那么点东西，你让我拿什么来谦虚啊？喂，我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，我是怕你们自卑。啊，那你就拿点真本事出来，让我自卑一下喽。干嘛？下面请欣赏傅小王子的舞步。你不是让我自卑吗？你自己跳啊。我一个人怎么跳？你不敢是吧？你们两个跳舞呢？喂，你跑来干嘛？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金屋藏娇吧？跟我来。哇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！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说一声。生米是不是已经煮成熟饭了？你想多了，他受伤了，在我这里暂住而已。哎，谁信呢？你为什么会突然跑来啊？我原来住的地方不能住了，求收留。哎，你也看到了吗？真的没地方住了。副下呀，副下，重色轻友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嘛！义气2个字，你还记得怎么写吗？真的没办法，体谅体谅嘛。那就借点钱呗。又借钱？那我怎么办呀？要多少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呢又不是不识相的人，好朋友嘛。走了走了。嘿，这是你外婆留给你的，你可好好带着啊。喂，你们又开始骗人了是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给我滚！你不要相信他，他们是骗子！走啊，先走，快滚！就是为了要你的身，快走啊！你不要相信他，快走啊！快滚！你快走！像这种事情，你不要自己去，太危险了。我才不管呢，我已经报警了。我的人生就是这样，有仇必报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先给他一张黄牌警告，再给一张红牌警告。若还敢再惹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繁星姐，还是得谢谢你这么关心我。怎么了？啊，我去找你的路上不小心被车撞了。啊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简单的皮外伤。不告诉你是因为你自己的事情就够烦的了，不想再麻烦你。我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对我不好了，因为你对我太好了。虽然这件事呢伤我很深，但也不全是坏事啊。最起码让我知道了人有多自私。还有就是你跟我妈，你们对我太好了。繁星姐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像我的家人了。肖老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这款包量产了吗？不是的，全国只有这一个，要不要拿下来给您看看？你以为自己真的喜欢你吗？不是，他只是把你当成提款机。今天早上我看到他给一个男人在买手表，我想他的钱是怎么来的，你应该很清楚吧？4月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约了一个朋友。刚才肖老的人来找你，要你今天晚上去他家，待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。肖老让我去他家？他又想干什么？上次的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我不去。不行，你要是还想在这干下去，就必须得去。哎，宁小姐，里边请。您先到里边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好的。哇4月来了，坐。我不做。上次的事情我又没有做错，你要是再找我麻烦，大不了不干了。谁说我要找你麻烦了？我知道吉吉的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又不是1、2天了，恐怕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也不少啊。唯有你，肯不顾情面的跟我讲真话，尽管我当时还在发火，还打了你。哎呀，事后我想想，你正直，精神可嘉。我要对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倒不用了，只不过我不明白，你明明知道他是为了你的钱，你为什么还要……能为了钱愿意跟我在一起的人，恐怕也不多。哎，你们年轻人没法理解人到暮年以后那种孤独的心态。都怨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，这是对我的惩罚呀。做错了事情，承认错误了就好呀，也不该白白被骗啊。如果你以后要是闷，我可以来陪你聊天，免费的。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4月，我听说你在找亲生父母是吧？不过还没有找到。要不要我帮忙啊？不用了。别客气。我真的不用，没有客气。我真的不想再找了。那好吧。总而言之，我欠你的情，尽管你不要我帮你找亲生父母，但是这个情还留着，什么时候用都可以。只要你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尽管来找我。
我一定帮你忙，好吗？哼。喂，在干嘛？说，为什么扎他车胎？提醒他以后做节目少得罪人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再敢找他麻烦，我掰断你的手，听见没有？滚！谢谢你啊。不用谢，应该的嘛。再说了，你是副夏的朋友，那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要有什么事啊，你不用找他，找我就行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头发乱了。我自己会弄。我还有点事儿要先走了，谢谢你啊。我手机忘在桌子上。最近脑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听说肖总要启动国外那家乳品公司的收购计划，野心不小啊。这事儿要是真的给干成了，那以后阳光更没有别人说话的份儿喽。这次他卯足了劲儿，不会轻易罢休的。他要干，那咱们就放手让他干。不爬得再高一点儿，他就不知道摔下来会疼。繁星，以后在公司还是叫我叶主播吧。叶主播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其实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公司里的人看你怪怪的？怎么怪了？你是真不明白啊！公司里的人天天都在传你跟副夏有问题。这就是往你身上泼脏水啊！这些情况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没有的事情，谣言就让他传，他们爱怎么传怎么传。你就不想知道背后那个兴风作浪的小人是谁吗？谁呀？是李宝英。这个臭娘们摆明就是嫉妒啊！暗地里一直在算计你。要我说，对付这种人一定要下一次狠手，
得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。其实啊，我已经找了一些人，要去吓唬吓唬他。只要你点头，马上我就做。啊，不用了。除了这件事情，另外一件事情我反而比较好奇。你这样接近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应该做的，也包括找人扎我轮胎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太明白。要不是今天我手机没拿，回来拿一趟，我可能不知道你和那个扎我轮胎的人是一伙的。所以你一定是为了接近我，对不对？说吧，你是为了什么？我还能为了什么呀？我就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，能把我当做朋友。我们不会是朋友的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喂。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有接。哦。刚刚我在录节目，不好意思没接到。我出差回来了，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好啊，那地方是你定还是我定啊？来我家，我给你做。这么好 ？OK， 晚上见。谁找我呀？正忙着呢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干嘛你？哎，干嘛？你干嘛呀，非礼呀？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当着大家的面跟李宝英勾搭上了。Bullshit！ 你讲什么鬼话你？明明是你自己在里面弄乱我的头发，你神经病啊你！那你凭什么说我跟叶繁星勾搭上？啊？鼓什么掌啊？不用去工作啊？刚才我说的话没听见吗？他自己在那故意弄乱我的头发，快去工作！Bitch！ OK， 好久没下厨了，让你尝尝，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我要给你接风洗尘，干杯。哎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谈新西兰的事情谈得怎么样？顺利吗？啊，新西兰一切都很顺利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想半年内就能完成收购。那很好啊。你呢？最近忙什么呢？还不是一样，无休止的录节目。来吧，先吃吧。我觉得我们整桌菜缺一个专属沙拉，我去做。你电话响了。谁啊？你帮我拿一下。哦。他好像挂了。啊，不用管他了。
怎么了？谁啊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他这个助理当得还挺尽职的。